啊对啦，较等下去恁兜食饭好啊，因为我真久无食到政府阿姐煮的切仔面。好啊，小等哦，我给切一罐卤面给你，加量不加价哦。哎呀，我枉为我遮尔辛苦追求你，总算是回来无啦。你写晓讲话无啊？安尼讲袂输，你会甲我讲是阮兜的卤面。当然嘛是啊，是其中一个原因。我才哎，较等下啦，我还未讲完呢嘛呢啊。其实咱两个人的感情根本就不需要原因，因为自第一摆我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已经知影你是我唯一的爱。哦，你安尼讲我就歹势呢。讲俊杰，虽然你直讲不要紧，啊，不过你为着要互若晴死心，做出遐尼大牺牲，我现在就烦恼你即摆处境诶。阿妈是毋是对你就生气咧？生气是一定会，不过嘛袂当因为伊生气，我就来违背我家己的信念啦。因为我相信，才像你这样大心的查某囡仔，阮阿妈早晚一天一定会接受你的，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相信我一定会赢的。嗯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还是我接一电话。喂妈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俊杰，你即摆人伫倒位？我即马甲慧婷做伙啊，较等下要去因兜食饭，安怎？你即马马上转来。妈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你讲话口气，哪感觉怪怪？你先转来才阁讲，马上哦。哦，好，我知，我随等你，拜拜。奇怪，我妈真喺咧向用打电话给我，而且听伊拄则口气，感觉足紧张的。那呢，你讲伊转去啊？若是有需要斗相共的，再甲我讲。你甲我做伙等。袂用的啦，阿妈今摆一定就无想要看到我，我也是要去这阿姨较好。你放心，阿妈今仔去掠咧，我早早回来。行，跟我等，你等。哎，俊杰，好 ，Let's go。妈，阿姨，啊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啊？哪有这侪现金？俊杰，我找你转来是要讨论厝内底的代志，当慧婷是不是会当互伊先转去？哦，妈，我甲慧婷也无任何秘密，应该无需要安尼啦。俊杰，你甲慧婷无秘密，也毋过咱兜的代志，有真侪无想要外人知影。可是你也要留伊落来，等伊真正变成理解人才去讲啦。真正变成理解人，唔知影为理解带来偌济灾个啊！可是，看我讲慧婷嘛是咱兜的人客啊，你敢会使莫这样无礼貌？俊杰，既然你有重要代志要讲，我先转去啦。好啦，免啦，免啦，你留落来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绝对袂当甲任何人讲这件代志。哦，好。对啊，妈，你也未讲的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，是安怎的准备遐咱侪现金啊？俊杰，阿妈去用白走啊！啊？爱赎金5000万。难道你告报警？免会当报警，阿嬷更加较危险。是啊，只要乖乖负责。唔是，我是感觉讲啊，咱遐赶紧找到掠走阿嬷遐个人啊！搁再讲，我也是认为讲吼，咱是爱报警，安尼较是安全的啊。即摆遐个人一定知影咱厝内底所有状况，甚至咱的一举一动拢向监视啊。搁再讲啦，更加是利用着阿嬷来做。歹势啊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是安怎恁大家就会讲恁只要付钱，阿嬷就我都平安回来啊？刘慧婷，我妈互你留落来，我代表你会当插嘴。慧婷讲了有道理，咱确实无人会当保证讲交钱了后，因就一定会放人啊。所以咱毋若钱爱准备，咱嘛共款需要警方的协助。阿姨，都袂输到一张提款卡。今日因家为咱兜的门口口，甲阿嬷绑走，啊，毋过后一遍咧，因共款会当掠咱兜的人来换钱啊！
但咱岛人永远拢无平安的日子通好过。俊杰，即马随伊报警。对啊，你千万注意附近是毋是有可疑的人哦。我知。可是，卢家俊后讲，你当初伫咧现场，那安尼你一定要提供一个线索给警方，你甲我做伙去警察局一撮。好。慧玲，我想问一下，可你咧？俊杰。兄弟，你哪来啦？哦，所以讲你一定嘛是陪朋友来嘛吼。是啊。你去无闲啊，叫我来。等，对，既然你个李家兄弟遮，那恁都是毋出代志啊？你若是把当做朋友，你都甲我讲，我两条等下斗相共哈。兄弟，毋是我无甲你当做是朋友啊，是因为这件代志愈少人知影愈好，甚至连我来警察局袂使人知影，所以歹势啊，请你体谅我这啊。照我经验哦，你安尼讲，大概两种可能呀。一种哦，是你今日破坏着领导的名声，譬如讲哦，你是酒驾啦，还是讲食毒啊去用掠着，不过这无参像你做的代志啊。那呢，大家传一种可能，就是你今日破坏着破案，对无？你认为是什么可能啊？领导有人用绑票。我真正怀疑对啊，是不是啊？既然你甲李可心伫咧遮，那恁兜加剩三个人啊，吴小美无来，就表示一定是俊豪嘛。台湾掠走的人，唔是恁嘛，就是丁阿妈。你哪知影是我阿妈？我唔约会啦，1/2的区域尔，真正我约你哦。兄弟啊，既然你拢知影，那来拜托你，请你莫甲这件代志讲出去。若无我真正惊我阿妈的生命危险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我阿妈救出来啊！300里啊，你是无了解我哟。我突然知代志严重时，我哪可能讲出去啦？若是收到3公的所在，最近跟我讲，知无？多谢你啊！对方讲爱联络啊？有啦，我甲阮联络，而且我们已经照你的意思，家己准备好啊，即马就等下来。你先莫烦恼啦，我相信你阿妈一旦平安都回来啦。我先入去，跟我讨论看嘛咧。好啊。妈，你拢无休困，你的身体哪会空的啊？他对方随时打电话来，我唔敢困我。电话我顾得好，紧啊，紧休困啊。哎呦，莫啦！电话拨伫我身躯边，我袂安心摕来啦。你的手，你在烧啊？啊？甲你在发烧呢？好啦，我就淡薄发烧尔，拄则我已经有食药啊。感冒都唔讲，来遐坐者，坐者。无啦，我就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尔，你放心，我不要紧啊。你足白要照顾你家己的呢。万一倒一天我若无伫啊，你叫我要安怎放下落心？妈，你的身体以后拢足勇敢的，你哪讲这种话啊？身体健康，我代表一定当退休啊。那人生有足侪互人料想袂到的代志，就亲像恁爸爸，那当初时伊出代志之前，伊身体嘛足好的啊。那即摆恁阿嬷到底什么状况无人清楚，那个时阵我接到通知去交钱。我嘛无把握，是不是会当甲恁阿妈救回来？我甚至连我家己是不是会当平安倒回来，我拢唔知影。妈，你先听我甲话讲个煞。春杰，我已经想清楚啊。
真正恁爸爸出代志，我做总经理，即马万一我闹什么意外，你都要承担这所有的责任。不过你放心，他真正我会用我退休的理由去试探公司的董事的这个意思。大部分的董事对你拢真肯定，伊嘛愿意尽全力来支持你接班，所以你唔免烦恼讲有几阿伯会甲你来手，吼。妈，你先免这样着急替我安排这所有一切，我拢已经想好啊。我甲你讲，阿妈的代志你莫去冒险，到时阵若是要交钱，我去就好。俊杰，你听妈妈的话好不好？其实你嘛知影，阿妈早就认定你做一片的接班人啊。你要承担的是一片未来几十年的这责任。你要知影，一片唔那是一间会赚钱的公司，伊嘛是公司所有的员工家庭的瓦库。俊杰，妈有悔啊！你对公司的未来绝对比我更加重要。我哪有可能让你代替我去冒这个险呢？原来，因早就已经决定要由俊杰做总经理啊。也毋过，上接班毋是一人决定就好啊，一切拢要靠阿妈的意思。俊豪，阿姨，俊杰，阿恁哪未困啊？俊豪，我想拄则你应该听到我对俊杰讲的话啊吼。我刚刚听到你讲俊杰对伊的未来真重要，所以你要拍算，要俊杰是接班，对不？所以你的想法是？但是这是阿姨甲阿妈决定，我当然嘛尊重。我会支持俊杰啦。阿妈自细汉甲我讲，咱家最重要就是团结，甲咱有团结，才当保护厝内底，卖当保护公司。那你以后俊杰就靠你甲可心来协助伊啊！我希望恁三兄妹啊，都会当团结合作。对啊，阿姨，你若这长期交代这个代志啊，这10几年来公司业绩拢真好，而且嘛是拢你咧还，哪会向讲想要退休啊？因为我唔知影，我去搞钱的时阵，是不是出什么意外，所以我一定要把所有代志先交代好势。俊杰，你和阿姨交钱啊？这是妈做的决定，而且我嘛不答应。阿姨，我唔可能任何一个人出代志，我嘛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啊！阿姨，咱先等因团再去讲啊。是啦妈，等我对方下来，咱再来决定什么去交上去。人不爽快，给我困一下，叫我处理就好。来，没，妈，我不要去啦。对了，可是咱到所有车定位敢拢整起了。有啦，你放心。电话来啊！电话来啊！警察先生，这通电话伊无显示号码，我想应该是因卡来啊。今麦要怎走？你等我算个3。喂，我就是。什么？
马上出门。那咧我爱去倒位交钱？你叫阮坐客人车？好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我会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。那咧我敢会当先跟我妈讲一下话？我这要求应该无过分啊。我只要确定我妈是平安无代志的，我一定尽全力配合恁。若是，喂，有对着无？对啊，妈，对方安怎讲啊？伊叫咱即马马上出门坐客人车，而且按5分钟内看到咱李家的人，若无，阿妈就变想要活。阿姨，伊上做向叫咱坐客人车去啊。他对方应该是惊咱家军装，所以唔知替咱家客人车叫好伫门口口等。上车了后，伊才甲咱讲地点伫倒位，搁有，因特别交代，讲到时阵唔管是啥人去交钱，拢袂当砸手机啊。不准炸手机啊！那呢，咱是要安怎甲因联络啊？因讲上车就知影啊。对方真正有够干巧的，送钱去还比较危险。不管有啥危险，我拢一定要去救阿妈。我即马就出来。那昨晚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我袂当互你去啊。你若是发生意外，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到时阵阿伯若是趁这个机会出手，咱就有可能失去所有的一切。那你讲的遐个未来，就拢无任何意义啊！是啊妈，只有5分钟呢。阿姨啊，你要做啥物个知影啦？我去。俊豪，俊杰过来我唔对啦。俊杰即摆嘛无爽快，对方若是对伊出手，伊会食亏的。我才是上想去的人。好，那么我去好啦，我去啊！你是安怎去啦？迄卡赔出遮尔啊重，假使讲对方若阁提出任何问题，甚至爱你包锁过伊尔。